台中航空牧场牵涉隐瞒禽流感的疫情，搁头戴死猪仔，怀疑当时裁定业者羁押禁见，地主20万交保。日本宣布伫因的南苗岛附近的深海海底挖到稀土，如果迄搭稀土的量会当排到全世界第三。为着控制人数、修复古迹，意大利罗马出名的特雷维喷泉，2月1开始要由75户代表的参观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台美经济欢迎伙伴对话，顶礼拜是伫咧华府举办。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嘛亲身甲经济部、外交部做伙公开说明。赖总统是强调讲，会针对经济安全、创新经济、欢迎未来这3个方向，伫咧供应链、关键矿物，抑个无人机等等的领域，甲美国加强合作。不过今仔日，当时中国北京嘛，当咧举办国共论坛。赖总统是呼吁国民党无应该搁当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国共合作对台湾来讲是真危险的。伊嘛毋望讲民众会当趁这个机会来判断讲，到底是走向国际，也是歪向中国较有利。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同伴对话，顶礼拜伫华府结束。这是2020年召开以来，台美头一届实体对谈。总统赖清德车衫带领经济部、外交部，说明双边未来合作战略的方向，伊甲重点放伫供应链安全、关键矿物、甲无人机等等的领域。他希望我们这道的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国家去，协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稀土供应链安全上的一些韧性。外交部要成立一个无人机外交的工作小组，也包括帮助我们的友邦这个部分也是台美合作的一个重点。总统嘛讲到台美发展经济成果，毋过拄好是国共智库论坛当咧北京进行的时阵，由国民党副主席萧福吟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主持。罗总统这个时阵开记者会，外界解读有竞争的意味。我们并不是这个目的，但刚刚好可以让国人做一个对比。到底我们要继续携手美国、日本、欧洲友盟国家走向世界，还是要再度的锁进中国，去推动所谓的2次西进？强调是和百姓比较，政府甲美国合作走向国际，或者是国民党选择甲中国交流，都是种对台湾较有利。总统嘛，佮甲在野党发声，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无应该持续卡关，不能够不审中央政府总预算，也不能够不审国防特别预算，只进行国共的合作。这对台湾来讲是危险的。台湾必须要有厚实的底蕴，厚实的底气，要有强大的国防安全力量，才有办法对等的去进行跟两岸的交流。有关两国关系，台美对两部有协定，罗总统讲真紧就会有结果。嘛，呼吁立法院后续审议的时阵，会当下过党派的立场，依法审查，共同守护谈判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航空牧场顶个月爆出禽流感，这业者毋但是牵涉隐瞒疫情，佮把这1700多只死鸡仔再去私人地偷带起来。检方约谈了后，是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今仔日嘛已经裁定业者羁押禁见，地主20万交保。特务电话外口有封锁线，另外还有台中市动保处的人员在警戒。台中丰原航空特务场伫1月底时阵爆发禽流感确诊，但是细份的业者无照规定通报，涉嫌暗砍，佮找世间的朋友甲死鸡仔运去标的后人抬起来。台中检方初二去到饲鸡场，和业者徛鸡熟悉，而且约谈涉案的人员。细份的业者和世间的地主嘛，互检方向法院来声押。台中地方法院嘛作出裁定。本院审酌云信被告跟多数的证人共同被告有利害的关系，而且他是养鸡场的负责人，其串供灭证之风险较高，
那认为有羁押的必要。那严信被告的部分，准以新台币20万元拒保，并限制住居。台中市府统计，香港目前差不多有7,000只鸡，拢总有1773只感染死亡。业者家己讲有623只是待伫台中的案场内面，1150只是待伫苗栗。除了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和特务法，拢总甲因罚115万。饲鸡仔嘛必须要照规定去化。台中市饲鸡仔协会表示讲，这个特务场入会资历无界长，管理方式佫需要加强。礼拜甲无，甲我叫了甲2年尔，有可能就是常常顶话声，唔知要安怎处理啦。主要是过场的家己防治做好就好啊。根据农业部防检署的监测，咱国的禽场对2022年11月检出第一例 H5N1 禽流感病毒以来，禽场确诊的案件加起来已经有135件。今年到1月30为止，已经有7件案例场以云林、彰化和台南这县市上济。受到 H5N1 感染的动物，呼吸道分泌物和屎尿有可能有病毒。疾管署嘛呼吁民众要落实防疫。不生食蛋类或禽肉，或者这是肉制品，这一定要煮熟哈，不要说半生不熟。疾管署强调讲，为了防范动物传人的这种新型的 A 型流感出现，各地方卫生单位若是接到动物流感的疫情通报，就会开始疫调，而且帮助清场，嘛提醒民众要确保禽肉2类完全拢煮熟才食，才会碍6脉的防疫原则。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美浓大树受滚落地农地，去年洪逼出讲有违规偷乌沙石啊，佮囤积废弃不断去。检方对早内发现，伫咧成功单这案，姓吕的主嫌等人是对106年就开始犯案啊。检方是甲12个人起诉。也那高雄市府嘛发声明表示，要分别裁处这行为人300万，要求因甲本数清掉互关。画面内底即个田地洪乌甲毋正残，下底还佫积水。高雄美浓成功先计养几啊块农地，因为洪头乌沙石啊，全变做一窟一窟。经过几啊届追查，检方找3宣告情节，成功即搭拢总起诉12个人。高雄从去年8月起呢，接连爆出有不法分子在大树还有美浓等地区呢盗采砂石并回填废弃物的案件。那事发呢，至今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记者回到了这个美浓大峡谷案第一案的现场，可以看得到这个天坑目前是还没有恢复原状的。检警等的单位去年大规模追查美浓偷乌沙石的案件。发现成功缉拿一个姓李的主嫌，甲涉案的地主，也就是前议员的一个特别助理姓赵。姓李的主嫌等人为民国106年开始，就长期伫美浓甲美岛等几啊所在的农地偷乌沙石啊，了后再甲废弃物佮带倒转去，有污染水源的记录。吕某长期主导犯罪集团，犯罪情节重大，对国土环境造成难以恢复之损害。且犯罪所得高达2亿多元，请从重量刑4年以上有期徒刑。成功缉拿不法所得超过2亿，那姓李的主嫌方要求爱判重刑。检方阁讲，这个姓赵的被告捌参与民代会勘，事后去发现讲，其实伊是涉案的地主，过去捌利用议员特助的身份，甲犯罪集团勾结，犯罪了后态度嘛真歹，请求法院都要甲伊判2年以上。这些业者跟特定的政治人物啊，他们的关联性是非常强烈的。在系统上，比如选举这件事情的政治现金或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们要有个更公开的制度来限制这样子的这个政治现金？作案时间长达数年，横跨他在担任议员助理的期间，检察官指出他利用政治身份作案，是不是表示案情可能有向上延烧的可能？偷乌沙石的案件挽过树林，揪出地方复杂正常的关系，未来呼吁都要深入来理清。检方嘛强调讲，会持续追查土地提供者、甲幕后的金主等等，全面打击集团性宽保的犯罪。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去年8月，美国总统 Trump 是甲印度的关税抬到50%，目的是要处罚印度甲罗西亚买石油。即阵 Trump 是搁发文表示讲，印度是已经同意停止买罗西亚的石油啊，因会改买美国甲委内瑞拉的，所以讲美国是甲关税降落18%。
就算去年8月从加扣25%的定发性关税，和印度输美的关税变作全球上悬的50%，但收入来要半年，印度嘛是阁继续在采购每天150万桶罗西亚的石油，占印度总进口的1/3。对去年9月开始进行的美印关税谈判，即嘛总算是讲出成果。川普蔡日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讲，因为印度同意卖阁买罗西亚的石油，转甲美国含委内瑞拉来采购石油，美国决定要甲印度的基本关税对25%降到18%。川普阁补充讲，莫迪另外阁承诺要买价值超过5000亿美金的美国商品。在同一个时间，印度的总理莫迪嘛在 X 平台证实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无讲到未阁买罗西亚的石油。伊我认为讲，伊是保留春秋，因为这拄含欧盟结束20年马拉松的谈判，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即马阁解除美国的关税壁垒，让莫迪车衫在国会得到议员热烈的呼声。消息一传出来，印度的市场嘛拢真痛，印度 Nifty 指数早盘中国起5%，民间嘛充满乐观的情绪。आने वाले टाइम पर 8% या उससे भी कम परसेंट पे वो ला सकते हैं। आज जो टैरिफ 18% हो गया है,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हमारी इंडस्ट्री को उनका सीधा लाभ होगा और हम चाहते हैं कि ये टैरिफ कम होकर 0% आ जाए。不过 CNN 嘛指出讲，印度即马向罗西亚买的石油已经超出委内瑞拉的产量，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基础设施已经足够啊。要等去1999年社会主义政府上台进前，逐工产出300万桶原油的水准，佫需要10年的基础建设的整顿，含几百亿美金资金的投资。长期落来，印度买油的转向确实对罗西亚经济造成压力。目前全球前3大采购罗西亚石油的国家排名分别是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对印度来讲，罗西亚欧兰尼原油达桶拍则有16美金，比欧佩克和波兰尼原油俗足济，吸引力嘛是真大。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为着减少挖靠中国的稀土，真侪国家拢咧另外找来源。即阵日本是宣布讲，伫因的南鸟岛附近6000公尺的深海海底挖到稀土，预估迄搭这稀土的量是会当爬到世界第3。日本政府初日宣布，日本海洋开发机构的科研船第9号已经伫南鸟岛四边大约6000公尺深的深海海床，成功挖到有稀土的土埋。研究团队推估，当地至少有1600万吨的稀土，规模的排名是全球第3。日本政府计划上近2017年2月大规模来挖，对脱离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真有意义。2010年の尖閣諸島問題の時の中国による供給停止事態が今回また起ころうとし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政府としてはしっかりと米国、オーストラリア、ヨーロッパとともにですね、連携しながら調達源の多様化、特定国に過度に依存しないような形の調達を考えている次第でございます。南鸟岛伫日本上东边，虽然行政区是东京都小离关川，但是距离东京都心大约1950公里，岛上无居民，不过有防卫省甲国土交通省的人员派驻遐。2011年，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伫南鸟岛附近海底发现稀土的资源，按算大约有1600万吨。第9号今年1月17到南鸟岛的矿区，第一批稀土沉积物已经伫2月7日回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声明当中表示，这是日本国産稀土産業化的第一步。その間、仮に日本がですね、いわゆる重機土類など重要なレアアースも南鳥島で産出できるんであれば、それは日本はそれを世界に他の国にも輸出していくこともできるので。那日本、美国政府也伫初日宣布启动欠关键矿产的金库计划。Just as we have long had a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and a stockpile of critical minerals for national defense, we're now creating this reserve for American industry, so we don't have any problems. 这项计划资金有120亿美金，包含20亿美金的私人资本，加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金，用来欠汽车业者、科技产业、甲其他制造业所需要的关键矿产。美国进出口银行表示，已经伫初日核准这项贷款。无签名的北京官员证实，这笔资金会用来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并且甲因签起来。主要就是要一步一步甲中国伫关键矿产方面的影响力写互家。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过去这2礼拜，日本是落大雪，引起真侪事故，上无已经有30个人死亡，超过100人重伤。
日本对顶个月20开始，这大势都落袂停。像新冠的地区是提出申请，且自卫队进驻，来甲老大人斗抢积势。根据日本官方的数据，是有袂少民众因为清厝顶的势摔落来，也是跋落水到死亡。另外，冒这势甲仓库、车库底甲放起，造成民众厝安尼重伤昏迷。日本首相高市早表，今仔日是开内阁会议，只是讲一定要摒势阻止死伤。除了日本，伫咧美国迄边嘛，因为一阵炸弹的气旋，真侪所在拢降到0度以下。亲像这纽约市是已经连续11天拢0度以下，尚无有16个人寒死。而且气象专家阁预告讲，这是会继续寒到后礼拜，可能是纽约65年来寒上久的一届。所以讲纽约市已经紧急启动庇护所，安置900多人。原来是今年这寒人到底是阁要寒偌久？美国宾州是逐年拢会请这寒气来预报。今年这寒气飞蛾对伊的show出来了后，有看到伊家己的影，阁走倒去困。这也代表讲春天就要过6礼拜才会来。美国的春天当时才会到，宾州西部城镇彭格苏塔维尼有名的欢喜菲尔对土坑探头出来，看到家己的影，和芭比寒天的预言。That there is a shadow here on my ground. 6 more weeks of winter abound. 每年2月2日是欢喜日，上早源自欧洲，由住伫宾州的德国移民传入美国，而且因为1993年电影今仔日暂时停止，这名声请起来。吸引真侪民众来到这，不过严寒低温嘛带来不幸的消息。美国海岸防卫队初日发现，伫满洲北岸外海失联的渔船莉莉丁号已经伫历史悠久的渔港附近海域沉去，船顶7个人全部罹难，其中一个是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的渔业观察员。总署渔业部门表示，因为这个沉船的事件以及东北部的天气，这几天会暂停派遣观察员出任务。But we are a tight-knit community. With the nation's oldest seaport at 400 years, we've experienced tragedies at sea before, but we're a resilient and strong community. 当局是第30接到这只渔船沉去迄阵启动装置，发出警报了后，展开搜救。这只船并无发出求救的信号。入夜了后，搜救的任务因为低温甲风暴，就变甲更较困难啊。因已经针对这个不幸的事件展开调查。过去捌有节目载报当地掠渔业的故事，船员伫险恶的天气下，连续做几2点钟的工课，一抓出海就要到10天。主要掠鳝鱼、龙虾甲比目鱼。另外，伫纽约嘛有人不幸关死伫外口。As of this morning, 16 of our fellow New Yorkers have passed away outside during this brutal stretch of cold. In 13 of these cases, preliminar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ypothermia played a role, and 3 of these deaths appear to be overdose deaths. 当局表示，纽约嘛已经连续11天天气拢伫0度以下，而且接下来阁有可能创新低温历史上长的天数的记录。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新奇的医疗新纪录，西班牙巴塞隆纳一间病院是动用900人，用24点钟完成一项换面的手术。更较重要的是，这回关面的是一位安乐死的患者，是全世界头一位。因那接受手术的是一位因为细菌神经感染，这筋膜神经都已经死去，甚至去影响到伊喘气。手术到当是已经经过4个月啊，伊已经复原到会当食物件甲讲话。这个查某患者接受过面的移植手术，伊伫巴塞隆纳的希格伦国大学病院医疗团队陪同之下，手术了后头一摆公开甲大家见面，伊感谢观众者甲家属，嘛分享开刀了后的心情。Sé que estaré bien porque tengo que estar bien. Entonces, pues ahora toca hacer mis deberes, porque ellos ya han hecho todo lo que han hecho y están ahí dándome soporte. Pero claro, yo ahora tengo interés en volver a gesticular normal, como era antes. A mí me gustaba mucho reírme y ahora me río, pero con una risa un poco así rara. 虽然面的表情甲讲话小可硬正，不过这个患者手术了后，经过4个月复健，总算会当讲话甲食物件。2年前，伊去有汤拖顶着，伊的面引起真严重细菌的感染，地主甚至无法度正常喘气，因为伊的情形真激烈，无法度透过一般整形外科技术来治疗，所以医疗团队决定甲伊做移植面的手术，用一个再生就同意器官移植安乐死关键者的面，而且病院嘛讲出关键者伊支持关器官的初心。
Y lo que expresó con las limitaciones de su enfermedad es que la gran felicidad que le daba pues el poder no solo donar todos sus órganos, no solo donar todos sus tejidos, sino también donar la cara para ayudar a todas las personas posibles. 这届手术动员超过100个医疗人员，经过真复杂的显微外科技术，差不多24点钟才完成。开刀的团队都要确认所有的筋肉、神经等等的结构，拢要准甲接起来。而且伊是面的手术，比对的条件相对较严格，毋但血型一定要同款，头壳大细粒嘛要差不多。伫西班牙伦理上嘛规定性别要同款才会使。嘛，因为即届是安乐死的捐赠者，甲传统捐器官有紧急的时效性来比，医疗团队有较侪时间来规划，而且伫手术进前做3D 的模拟，有关伊是面的器官的历史，嘛写出新的记录。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意大利罗马出名的特雷维喷泉是有真侪人会去遐等景搁较喜欢，不过为着控制游客的人数，维修古迹。市府即阵是宣布讲，2月初1开始要收2块欧元，好代表75块的参观费。巴洛克风格的特雷维喷泉是罗马地标，不过即马想要沿石腿行落去，挖进喷泉等更加较喜欢，都爱先检票，爱2欧元的参观票。Et pour nous, je pense que 2 € c'est pas grand-chose, et ça vaut vraiment la peine. 2 € c'est 罗马市府指出，这项收费目的是管控人流，也为古迹保存提供经费，并伫中昼11点半到暗时10点，拜六早起9点到暗时10点停收。伫4块钱附近看喷泉是免钱。I don't have any problems, but I agree. I didn't know that we had to pay,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Like, there's less people in here, so I think that's good, because if no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and you can take the pictures and you can stay like time and enjoy. Tourists have to pay for everything anyway, so it's a lot bett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It was very packed, so. 付费会当所改真调，原来更较好的参观品质，大部分游客拢支持，尤其票价100块台票有走。Come on, tell me it's not worth €2. It's worth thousands, if not millions. It's beautiful. 当然，也毋是所有人拢认同，批评公共古迹无应该设限制。Una cosa proprio fuori dal mondo. Non la condivido e non l'accetto, però purtroppo che dobbiamo fare? Paghiamo e sorridiamo. 也有人认为收钱就爱专款专用，改善环境，打造无障碍空间。Quindi avete messo la tassa, ci sta bene, perché serve per la valorizzazione dei monumenti, però investiamo questi soldi per abbattere le barriere. 根据罗马市府统计，2024年12月到2025年12月，就1,000万人参观特雷维喷泉，期间拄好拄到天主教圣年，吸引3350名朝圣者踽入罗马。除了这，罗马也阁有5个免费参观的景点也开始收门票。收益公益甲公共财之间安怎处理平衡，考验愈来愈侪。公视新闻李义主编译。过2礼拜就要过年啊，真侪店是拢早就咧卖充满过年气氛的物件。中国出名的大卖中心浙江义乌，却是突出甲笑面买红仔的喙添着平，喙角碎落变作是米喙，想袂到颠倒穿起来。这是全球上大的小商品大卖市场。义乌商务城现主是红公公，是过年应景的产品当咧挂货。店门口堆zan啊山的小红马不止啊啥人，不过详细甲看，小红马表情唔是干那有笑面，佫有米喙的口面。业者讲，原本是各样的产品，人客头起先讲要摕，买啊佫无爱摕啊，竟然卖了袂歹。很多客户都喜欢。都在这里了吗？也说得很有道理，适合当代上班的牛马精神。然后很多客户都喜欢，现在还不错，销量还挺好。现代社畜搬家卖了，袂输做牛做马，嘴啊翘翘的小红马，确实反映对现实的无奈，引起真侪共鸣。对应需求的增加，业者决定继续做米喙的小红马，颔棍啊破金眼啊，目睭刷咧银，有一种幽闷的气质。这个趋势呼应这几冬因为 Pop Mart 拉布布等角色的流行，带动买买啊古锥的风气。做25档七特米大卖的头家讲真意外。是的，我是非常惊讶。我觉得这个库库马并不好看，但是我们的思想要顺着客户的想法啊，理解啊，就是年轻人的情绪价值啊，是吧？啊，去上班的时候是啊，坐在那里
就是那个状态，下班了就开心了。全中国规模上大的四川自贡市灯会已经起鼓，数百座大型花灯结合西秀、新话甲现代元素，呈现出梦幻繁华的浸水式夜景。用时2到暝的春晚节目进行第2摆彩排，打造喜庆甲希望的气氛。不过，明年的经济犹原充满挑战，当局将2026的 GDP 增长设伫5%，国际机构的预测是伫4.4%到4.8%之间，反映出口放缓、内需不振的结构性问题。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虽然有减少，嘛也有16.5%。少年一代就业市场犹原真有压力，比出买红仔会穿起来，就是一种幽默介绍的情绪投射。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